40当前的劳动制度，台湾劳工顶线成立，为台湾的劳权来打拼，嘛见证劳动运动一路的发展。因专工办一个特电脑，透过网过影像资料，让社会大众会当继续来针对劳动的议题来发声。多数劳工一礼拜会当休2天，有劳工保险和退休金等等，这拢是台湾劳工上界基本的权利。这是济劳工团体旧年来和政府拼开力行街路抗争争出来的。其中台湾上早的劳工团体台湾劳工阵线，自戒严时期1984年5月初1成立到今，伫劳工议题已经拼40年。拜三伫劳动节即天办特典，希望让大众了解劳工运动的历史意义。台湾的劳工运动是甲台湾的规个民主甲社会这变化去做一寡的改变，包括讲劳动一开始是来做迄劳工争议的这部分，后来搁做工会自主化，即马来做这政策的这倡议的这部分。台湾劳工阵线成立以来，协助管济劳工处理劳资争议，嘛推动工会自主化，催生台湾各地的工会组织来替劳工发声。现任劳动部长柯明春合演过捌做过劳工委员会主委5年外的陈局，拢来到现场参加特定的开幕记者会，也分别针对劳动议题发表看法，表示除了爱愈重视移工的劳动权益，未来的劳动部长嘛着爱看到台湾劳工伫咧国际竞争的困境。劳政一直注重国际人权，那我们也想一想，这些移工在台湾，我们能够多为他做些什么哈？所以在这个劳动人权上，我们其实一路都把劳政当成我们的伙伴了哈。那我想未来哈，我们王市长也在这里哈，也会跟我们劳政哈一起来关怀我们所有劳动的权益哈，大家是好伙伴，也会一起为这个我们劳工争取更好的权益而努力。佩珊，因为它是长期过去我们在劳动法案的一个修订上，大概都有跟他接触过。那新的部长一定要有更多的朝野，更了解今天台湾的劳工在面临国际的竞争，他们所面临的很多困境。他都必须要好好未来跟劳工沟通。劳工阵线对上早的法律支援，到发起社会运动，到今也继续为台湾劳工向政府提出真济劳动政策的建议。这个劳工运动特典办伫咧台北的新富町文化市场，对5月初1办到初8，嘛希望会当启发社会对劳动议题思考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。